新闻要来关心消费者的权益，有民众3月份加这个三付理由定6月25到27，讲要去澎湖耍3天，定金已经付啊，想要到出发前10天呢，业务单位甲因通知讲无机票，干来当坐高铁搁搬船，连船票都无保证讲订会到，这个人客当然不满。过阵间敲电话客服中心，业务单位搁甲联络这个旅客，讲6月26到28有机票啊，验过呢机票时间是晚去早回，定是干那剩1天会当算。业务单位搁讲。定金有付，定金有付，无代表会当出团。今年1摆热天旅游展览因为开放，门口队伍历经大家热长，拢是要来抢好康。不过即马当时休热旅游大季，民众伫咧出去耍时，目睭嘛是拢爱闭好大蕊。光艳艳烟火点到马景有够水，花卉这是澎湖逐年的重头戏，有旅客早就伫咧3月就订好势。三富旅游6月25到27日澎湖3天游，付定金大人3000，想到出发前10天，业务单位煞甲讲无机票，爱改坐高铁，才搁坐船啊。佮甲讲无确定船票哦，旅客过两天靠服务专线，业务佮解释讲，敢有6月26到28有机票，毋过晚去早回来，等于旅游时间敢若剩1天的时间。业务阁讲收定金，无代表一定订得到票。落尾嘛，敢会当替旅客定金，并无损失赔偿。现场付定金就是确定了，那可能就是应该会多少有一点赔偿吧。我觉得我也不知道真的付定金我都有去，对啊，除非天气不好吧。旅行社如果说我们没有机会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就会询问消费者说，那我们是不是跟你收取一笔作业金，然后我们来去作业？那这个目的是说，当我们作业跟他符合需求一样的时候，你不可以做取消。可是相反的，如果今天机位已经真的没有，可要改船或是改其他交通方式的话，我们都会跟旅客做一个协商。如果旅客不同意上述我们所说的取代条件的话，都可以全额都退费。三富旅游是讲，国内机票伫咧年假刚开放出发的时间，前2个月来订买，旅行社爱等到航空公司开放机会，才能确定订位结果。针对这摆代志，真遗憾未当符合客户期待，会依照旅游定型化契约来赔偿，卖加强教育训练。等于是除了退订金，佮会赔偿旅客旅游费用30%。不过对旅客来讲，期待真久的旅游脑缩去，心情当然有够气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